这是钓鱼还是潜水？钓鱼，这是钓鱼的。不会是那地方的？格里斯蒂娜，搞不好是那个。应该是那个。可能就是他那边又上坐船了吗？我们买什么时候的票啊？后天。后天，肯定很多地方玩。一个是逛沙滩，另外一个就是逛它这里也有一个火山的那个。火山的吗？我刚才下飞机我都拍到火山。对，也有一个高山，就是就是主要这两个地方。它沙滩多了去了，好几个不同的沙滩。没错了，不会打的格里斯蒂娜，这就是港口了。对，咱们坐船就从这里坐。因为我当时订房子，我就想订一个可以要穿短裤的。巴的盖巴沙岛、百沙岛啊，就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公司。就是这个公司吗？就这个公司。就是了吗？哦，这个地方可以口罩稍微松一下，没有人了。摘了口罩也可以。可以口罩松一下，因为这里没有人呢。嗯。好，还有，别说了，都快。别不别。哎呦，我在这飞机上，别上人了。哦，这个它像。咱们回来这个对这里熟悉了就行了。这两天就争取把这儿给溜走。对。寿禄山就是海滩，因为它这里可不跟瓦伦西亚是平地了，这边全是山区。9点30，就是这个。Domingo， 明天是礼拜一。就最快是9点30的。明天咱买那个新件了。OK，Thank you。啊，买。今天晚上住一晚上，明天晚上还得住一晚上。就是还不同啊，这个才是。Martes es 8:30 y vuelta el mismo día. Ah, no, nosotros los viví aquí 2 días. 2 días van a estar. Sí. 对的，但是你要回来，价格就便宜一点的。对，在那住3天。3天呐。往返的等于是16号到19号回来。19号回来啊？对，16、17、18、19号回来。德雷塞萨利这么多吗？16号16、17、18。哦，回来的时候就不用那么早了吧 El viernes. Sí, viernes 啊，就是 martes 去 viernes 回来。viernes 星期5了。对啊，星期5吗？¿Y qué hora quieren volver viernes？下午什么时候回来？他问你，还是最早几点回来？¿Cuándo para viernes dónde？aquí， 有2点多，有11点15分。2点回来。2点15分。回来的是吧？回来有11点15分，有2点。那2点回来。Volver 14:15 ¿no? No, el otro 11:15。哦，这些不是的，这个才是。这个就好，11点15分也可以啊。对，再晚就5点是吧？17了哦。5点。3个小时太晚了，回来。还是11点吧。11点。Vale。Martes salí y 9:30 y volver 就这里吗？就从这里。排队了吗？就上船了吗？这里吗？你那03年跟现在又差了好多年了。你说现在得涨多倍吧？现在这个涨价太厉害。照相呗，反正又没带。没那个什么呀，没充上电。还就反正国外的水，你要中国人的港口那他妈脏死了简直。就是也不知道是人家怎么弄的，怎么都那么干净。
我就觉得，再往前把口罩扒了呀。我就觉得这个。我都看过银川，在澳门，那个澳门出海交界那个地方，这个沙滩很漂亮。这个船线拍照片也不太很看得很。啊，可以那个什么，还是远，不远。等那个到那个地方看行不行？哪个地方？就是走了头去线，那个要很远的喽。就是钓鱼那里，那么人家在那钓鱼那里估计可以了。